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1公视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大雨落袂停，气象署针对湘北、嘉南、宜兰、桃园、新竹县、苗栗、花莲继续发布大水特别报。美国总统川普甲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按算月底 APEC 峰会见面，他是表示会讨论到台湾的议题。新竹昨又有彼得片的攻击事件，另外一只当咧散步的狗去互硬死架条咧，动保署罚主人8万元。继续来关心这东北季风甲风台的外围环流小吹，这台北台湾已经连续落几落天的大雨。气象署即阵是针对湘北、嘉南、宜兰、桃园、新竹县、苗栗，也有花莲继续发布大水雨特报。目前，这台北、甲新北，也有宜兰的山区，都已经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大丛的树仔倒伫路中央，得到巴士加载，无人受伤。这是新竹东门国校的树仔，因为风雨受大倒去。这2天，新竹以北的雨较粗，北部真侪所在拢传出路树倒去的灾情。根据气象署8月9日的统计，台北市拢总累积739毫米的雨量，新北533毫米，宜兰441毫米，桃园335毫米，嘉南也有323毫米。其中雨水量上侪的所在，就伫台北市的擎天宫，拢总落624毫米。最主要的降雨呢，其实通通都是集中在比较偏向是桃园以北到宜兰的这个区块。那在今天呢，其实早上的降雨呢，非常明显的是集中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甚至在宜兰比较偏山区的部分。气象署也针对湘北、宜兰发布大水雨特报，针对台北山区发布超大水雨特报。那以目前的雨量来看，有3个县市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那目前我们的特报呢发布的状况是双北和宜兰是来到这个大豪雨，那在大台北的山区来到超大豪雨的情形。那不过这个雨量呢跟会不会上下班这样的状况，其实是来自县市政府对于这样的雨量报告呢会有一些自己的决策。气象署指出，目前伫咧新竹以北和宜兰地区，拢出现6级至7级的阵风，有的所在甚至出现10级至11级的阵风。文化大学的风，阁有透甲出现12级的阵风。也若这款大水雨会落到当时，气象署表示，湘北和宜兰地区恐惊爱落到拜高，提醒民众注意安全。记者台选林旭凯台北报道。这2天雨落了上界大阵的，就是台北甲新北。台北的阳明山是透强风变大雨，文化大学改做远距离上课。也那擎天宫自昨半暝12点，统计到今中昼12点，这12点钟内就已经落超过300毫米的雨，是全台湾上界多。提醒这观众朋友，若是出门，都要注意安全。雨水变作水雾，一阵一阵泼起来。伫下雨附近，虽然有热雨线，不过步步艰难。风神风台加上东北季风滚架，草山顶的文化大学2月改作山顶上课，嘛有学生照常出门。我没有打，没有打。刚下到吗？有，刚才去教室。每个礼拜2公里5组上，所以我们就来试试看，结果真的有一点大，所以我们就要离开。嘛有爬山的人原本要上山，嘛被逼放弃。草山顶连续2天风头雨强，那20个10级阵风，可能还有超级的大水雨。记者现在就位在阳明山文化大学后山，可以看到现场呢，雨是随着强劲的风一阵一阵打过来，甚至还有机车受不了当场倒地。若是草山，根据2月气象署的资料，台北市包括上山、信义、大安、中山、中正这几个区域，平地依然有大水雨发生的可能。那树林、北投山区，各可能有超级的大水雨。另外，新北市嘛要注意。目前看起来总累积雨量，我们大概有可能会上调到600到1100毫米。那各单位还是要严阵以待。新北市长侯友宜透早就来灾害应变中心。各交控中心关心雨水，因为新北包括邦桥、三重、中和，同款几内地区有大水雨发生的可能。另外，山区三峡、石碇啊、平南、平溪、有来，怪注意超级的大水雨，再当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也那宜兰今仔日是停班停课，所学的永春里、永乐里用在水房山的红色警戒是撤离900人，而且嘛有不少人家厝甲车路已经开始咧淹水。
另外，这头城的鼓山岛是对昨开始封岛3天。民众加扫帚，甲水泼出去。受到风势风台甲东北季风强化效应的影响，宜兰的雨是规滩倒。苏澳镇的永春里、永乐里、甲南澳的东角村已经发布水崩山红色警戒。苏澳镇公所透早2点，针对永春里、永乐里差不多100个人，甲因疏开甲安置。半个钟头我就差不多就是到这里。啊，你迄当阵啊是几点？恁考几点？甲你控袂？我较晚啦。较晚啊。那也是大家在熟睡的时候，所以包括我们公所里干事警员，其实我们就严加严护的去敲门部分调层行动不方便的民众，镇公所嘛派有气动功能的幸福巴士去协助撤离。这2日，南澳测到累积的雨量已经超过440毫米。气象署预估，宜兰北地预估一天累积的雨量会达到340毫米。宜兰县停班停课1天，早起嘛调开灾害应变中心头一天的工作会议，而且提醒组一级开设。县政府在考量整个民众的一个进出安全以及这个上课上班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所以昨天特别做了一个今天停班课的一个决定。目前宜兰的雨也是无休困，东山乡部分地势较低车路已经有淹水的情形。头城大溪雨嘛不了大，车路边的边坡水是一直拼落来，宜兰河水位嘛一直加悬。警方已经甲停伫步环内底的车全部通知爱驶走。也若头城鼓山岛风影是真大，东北港风管处宣布，为20日开始封岛3天，所有的观光渔船拢爱歇伫咧乌石港，拢无驶出去。大水雨直拼落来，宜兰县是真尽心咧运营，预防发生灾情。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花莲光复渐渐咧重建，不过因为有真侪做假的店也无法度营业。光复商港就真烦恼讲，这易做的志工若是离开了后，因就会找无长期供应中岛等的业者。另外，中央前进指挥所协调官桂林城是表示，预计这2天这崩山湖的警戒对当降级。不过，伫咧今仔日早起8点半，林保署说是发现马太安街的崩山湖，因为这土石有崩滑落来，又搁形成一个新的崩山湖。这雨若是搁继续落落，可能24点钟水就会甜，水量达到60万吨。后续变化要该监测。花莲光复商港顶礼拜开放实体课程，不过学生的中岛长刷出现问题，因为市区真侪餐饮业者拢要咧复管，所以学校有钱也订不到中岛长，不方便。可能还要绕到很远的地方去买，店家都关了，很难找到。住宿学员他的早餐跟晚餐我们要一并同时考量，那所以在学生用餐这个部分，最近有一些慈善团体来帮我们媒合这个所谓的义主团体来帮我们协助供餐，义主团体能够撑多久我们不知道。校长表示，全校学生甲大宿生1日3顿费用2万元，一个月估计超过40万，保证这当以各界先款先支用。好在在这礼拜有义主团协助免费供餐，另外花莲光复复管特别关城特别重建总协调官桂林城表示，有估计只能伫中央下调甲马太安溪崩山湖的红色警戒。这样不代表我们转型会跟着走，我们的转型还是按照我们的步调去进行的。镜头转去花莲太鲁阁演出口崩山湖，有缘维持红色警戒。林保署花莲分署指出，因为昨暗落雨，早起降潮水位到离坝顶大约2.94公尺，继续有咧泄漏，现场时间真悬，也咧调坝顶推进，希望减低坝悬，挑战有完未遂。坝顶的施工环境真的是不佳，那如果能够尽速施工的话，我们是希望能够加速它的溢流啦。我在强调说，这个溢流不是不好，因为它的水体不像这个马太安溪淹是这么大量，所以它即使下去，可能我们评估对于我们在我们的影响范围之外，应该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对于太鲁阁演出口崩山湖，桂林城表示，关县的业者开价收悬，刷落来会找优良厂商来比价，高开标，只要开好了后，水会当慢慢的流出，都袂有灾害。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这新竹的竹北，昨时又搁发生彼得犬的攻击事件。受这民众看狗仔咧散步的时阵，有一只无白锁啊、无挂喙暗的彼得犬雄雄冲出来，甲这当咧散步的狗仔硬死架条咧，不过那是离开10公分的空喙。后来这动保所去查，发现这只彼得犬是无登记，主人嘛无甲管好好势，罚主人8万6。
民众牵狗仔散步，路边雄雄钻出一只比特犬，甲狗仔颔棍直接加落去。附近民众看到，赶紧来斗相共揪一段时间，才甲两只狗仔分开。不过，互比特犬加到的狗仔颔棍啊有10公分的空喙，赶紧送医。我反应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它已经咬上来了。对，然后当那个时候早上10点多。这边还没有人，我就一直大喊说谁家的狗。我当下的情况真的非常紧急，我们只想要赶快把狗分开。然后一分开的当下，最后来帮忙那位先生就大喊说他是比特，你赶快报警。新德县动保所接到通报了，拜下晡派人去了解，发现比特犬主人饲比特犬无登记，已经违法。佮加上东港无替狗仔挂安全喙罨，也无甲狗仔牵条的，再造成这桩攻击事件。按照动保法，先罚86000块。在比特犬的部分，它是没有做一个登记的动作，这个部分我们会裁罚5万块。然后在它也没有施打晶片，这个部分我们会裁处新台币3000块。另外就是在外出它没有做适当的防护动作，这个部分我们也是依照动保法的法则去裁罚新台币3万元。然后它有造成其他动物犬只的一个受伤的状况，我们也是裁罚新台币3000元。动保所提醒民众，饲宠物除了拢需要登记以外，带狗仔出外散步一定要用绳仔牵好势。若是较危险的宠物，亲像比特犬这款的狗仔，一定要挂安全喙罨，避免发生意外。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台南出现今年头一站本土天狗节的疫情，一困就增加2例，加上境外移入的感染源，3个人拢是南区同一间工厂的员工，判断讲因是一个工厂内底群聚感染的，所以讲卫生局就赶紧去因的工厂，还有宿舍和社区来消毒。透早环保人员针对户外水沟啊全面加强喷药啊，确保大家所在拢爱喷较够，要防止天狗嘅疫情摊开。根据疾管署20公布，台南增加2个本土个案，拢是20外岁少年仔，伫南区同一间工厂做工，研发是工会场所群聚感染，即阵患者拢伫病院治疗，病情稳定。不过这嘛显示出有本土传播的风险。2例登革热本土病例，那为南区工厂群聚。那在这边要呼吁我们的雇主跟仲介业者，如果移工有出现疑似登革热症状，请立即通报卫生局。如果没有通报卫生局，将依传染病防治法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款。这是台南今年头一摆出现本土天狗嘅确诊，隔一摆出现2个。卫生局调查发现，感染源哪像是同一个工厂，来自菲律宾9月底入境的外籍移工。卫生局已经针对工厂宿舍甲徛家，拢完成环境消毒，嘛扩大采检174个接触者。即阵当地社区嘛提高警觉，出动人员，逐工来清理。每一期那个症状会不一样，可是你交叉感染那个病毒交叉的话，就是会变成重症。在工厂内底发生的，安尼但是伊的户籍都伫阮这里安尼我都这个嘛是来担起这个责任来做。礼拜一开始，阮有一个区级会议这个里长有一个共识马上每一天我们连续要1个月的时间全部拢做知情的工作。因为天狗节拢伫热浪，结果10月底地转好，市府嘛呼吁大家，虽然天气豆豆转凉，不过也是爱定期摒扫环境，才通防止疫情扩大。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美国总统 Trump 甲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是按算月底 APEC 峰会时准备见面。Trump 是表示讲，因应该去讨论到台湾议题。也那是美国国防部是分析讲，中国2027年可能会来拍台湾。这 Trump 是认为讲，中国知影美国是全世界军力上介强的国家，会当甲因下调咧，应该是袂来拍台湾。Have that discussion in a couple of weeks when I'm in South Korea with President Xi.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a lot of things. I assume that's going to be one of the things.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讲，伫未来的全球会内底会讲到台湾议题，不过伊无回应讲，敢要为着完成贸易协议来表态反对台独。川普强调讲，包括台湾议题在内，美中的互动拢真好。I think we'll be just fine with China. I don't see that at all with President Xi. I think we're going to get along very well as it pertains to Taiwan and others. Now, that doesn't mean
It's not the apple of his eye, because probably it is, but I don't see anything happen. 密切关注美中之间互动的情形，那台美之间的沟通也是相当的顺畅。他们认为中国知影美国是世界上强的国家，所以心内惊惊，唔敢侵犯台湾。伊嘛讲已经接受北京的邀请，在2026年初访问中国。另外，当选国民党主席的田立文嘛讲愿意去中国会见习近平。伊讲9日共识是两岸的通关暗号。重点是要通到哪里？是要通到配合习近平国家统一吗？所谓9·2共识与一个中国原则和1国2制成为3位一体的对台政策，它最终的目标就是要消灭中华民国，并吞台湾。刘委区主委无认同田立文的讲法，伊讲习近平已经再度订立9日共识。行政院长窦永泰表示讲，若是田立文会当坚持中华民国的主权袂使互侵犯，台湾自由民主的生活袂使改变。用这边拍赢5个主席候选人的困难，和习近平见面，伊会期待伊的表现。记者综合报道。副总统萧美琴顶日来接受访问，讲台湾唔奈伫咧美国投资台积电，佮会投资半导体相关产业，就得去向这个讲是要甲咱台湾的护国神山刷走。不过今仔日行政院长窦永泰是强调讲，咱台湾本身就是山刷袂走。另外，台美的关税谈判方面，风声讲是用美国车零关税，也佮有开放美资来争取关税莫阁塔起哩。不过窦永泰是无直接回应。台美对顶关税还咧谈判，不过副总统萧美琴顶日来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的专访，讲到台湾毋若答应伫咧美国投资台积电，还佫包括半导体生态系，亲像供应商、晶片制造商等等，防这个是甲山搬过。不过行政院长窦永泰日伊强调讲，台湾都是山，无人刷会走。山在台湾，台湾就是山，没有人移得走。不是过去啊，是力量的延伸啊，在那边。本来在台湾就会立足台湾，那因为就厂商而言，你到海外去全球布局的话，一定第一个要有订单嘛，第二个要可以赚钱。行政院强调讲，产业会有自主性的全球布局，这嘛是甲美国谈判台湾模式内底上较重要的关键。现在台美关税传出要用美国规价车进口零关税，全面开放美国猪肉，来达成取消税率塔起的情形。窦永泰敢若回应讲，谈判的进度要持续在进行当中。在国家产业的利益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国人的健康跟粮食的安全。各个项目的任何谈判的进行，都在这个原则上去进行，不会有特别的例外跟突出。除了关税，朝野立委嘛关注体育的发展，关心推动台湾棒球博物馆的进度。应该是整体运动的博物馆，我们希望说在保留这些过去我们运动前辈们的所有的文物。最近我们会积极去做来。不管是找地还是这部分，我们都有慢慢在规划。最近脚球协会有真侪争议，利用讲每年各项目会有家己的运动馆委员会，理事长是选举产生的，未是指派。每年至少爱开一届会，提供第一线运动员的想法和运动部，和各运动协会会当改善。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年5月有一批艺人去封查到闪做兵，内政部清查了后，今仔日检方阁扩大具体10个人，包含艺人邱吉凯、陈碧玲等人。针对这款闪做兵的情形，国防部长郭立雄是表示讲，无排除会甲兵役的体检束缚更加严格。艺人邱吉凯伫无穿乌衫，去互警方带回去，同款防躯体，还有艺人陈碧玲、甲 Energy 的团员张书伟等人。为什么要伞兵啊？这花了多少钱？面对探问是无话无据，互警方带走的艺人，也有担遮伫个60届金钟奖得奖的拉力帕成员廖文杰。是威廉介绍的吗？不是有家族性遗传吗？这波所在约谈是由检方亲身带队，按算约谈10个人，各是艺人都5个。拢是甲闪做兵的问题有关系。现在 Energy 团员昆达有风声讲，因为工课的关系，目前人无伫台湾。邱姓艺人遭受拘提，经初步了解与当时服家庭因素及申请提前退役无关，相关细节后续则交由司法检调系统进行侦办厘清。这个涉案的查甫名册，捌提出免做兵的理由，有人讲是下居，有人是地中海贫血，家族遗传的镜头，有人是做替代役。这其中敢有涉及不法，检警当咧厘清。不过专案会逼出来，是为这个案件传出来的。你花了多少钱伞兵？
艺人涉嫌闪过做兵，检方已经几届搜查，包括艺人陈零九、拉力拍成员威廉等人，顶日已经去互起诉。内政部清查了后，有找到92个个案有真大共通性，互警方扩大侦办。这届佫发现有艺人涉案，因拢是找共一个不法的集团来斗相共。我们会就这个相关体位认定的标准等等，然后还有这个避免有这样子的一个闪兵的情况发生呢，我们有做个相关的一些预防的一些措施。针对一直传出闪做兵的情形，国防部长郭立雄回应讲，会加速甲军医局的讨论，来做出相关预防的措施，无排除做兵的体检会甲变得较严格。记者综合报道。艺人牵涉闪做兵，所以当摕到金钟奖，这就引起争议。文化部是表示尊重评审团的决议，不过未来嘛讨论讲，敢要把这评选的资格缩好较严格。谢谢我天上的爸爸。不好意思，这阵子让你担心了。这伫金钟60欢喜领奖，拉力拍棒棒糖摕到这摆最佳实景节目主持人奖，因为进前5月威廉才逼出闪做兵的争议，互因迄当阵是真失意。庆功宴的时阵，国防逼出规团6个人拢无做兵，但是强调100%合情合理。但成员小个之一说，因为闪做兵红骨题。我们并不完美。但我们还在往成为很棒的人的路上。我是尊重那个评审团最后做出的决议。那另外一件事情属于司法的问题，我想我当然也是尊重司法最后的判决。艺人闪做兵的案件直直小检警第3波搜索的对象，除了小杰，陈撇林嘛捌得到第47届金钟奖戏剧节目的男主角 ，Energy 的苏伟是捌入围第61届金马奖的最佳男主角。伊所属的男团是伫第36届金曲奖得到最佳演唱组合和年度歌曲。小杰开始做制作人的电视剧，伫第59届金钟奖得到真侪项入围。外界质疑刀兵和各种资格认定干嘛受罚？这点我们来再演绎一下，因为我们金钟的历史蛮悠久的，我们可以再追溯回去，有没有这样的限制？主持节目是一件事情，那兵役的问题其实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哦。当事人在面对所谓的这个社会观感不佳的一个状况哦，身为公众人物哦，也应该要虚心的检讨。韩国许多的艺人对于当兵来说是不仅是积极，而且是非常非常有光荣感。作为我们平时所有全体的国人，甚至是年轻人有一个样板。所以我们也希望不管是未来文化部、国防部，我们都应该积极的来做一个宣导。在野党呼吁政府应该较紧来补破网。文化部长李婉是表示讲，完全尊重主办单位，但伊嘛讲会搁再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中营航空的空服员破病继续上班，尾也不幸过身。虽然中营已经有出面回失礼，不过这间会是认为讲公司并无回应明怎处理请假制度的问题。所以讲就发起10月26日，要伫咧中营办马拉松的迄天，穿白衫表达诉求，要求公司改善制度。不远的世界现在因为失去了1位伙伴而风雨交加。中营有空服员因为破病，搁继续上班，尾也不幸过往，引起外界批评中营的请假制度尚未可行。虽然中营高层17有开记者会回失礼，也讲会检讨，但是通化市空服员职业工会不满公司无直接回应请假制度的争议，所以打算伫10月1日中营办马拉松活动的时，呼吁大家穿白衫来声援。人的代表。然后向董事长林宝水以及总经理孙家明呈上我们的陈情书，还有白色玫瑰，请2位收下我们的话，不要回避，也请公司正视并改善现行的请假制度，还有企业文化。另外，针对顶一日民航局长伫立法院备询的时，讲空服员无牵涉弊案，引起争议。空服员职业工会也批评这款讲法是非常无尊重专业。因为一个空服员他进这家公司之前，他一定要先经过3个月的飞安训练，就是开关门或是机上失火怎么灭火，然后万一旅客要从飞机跳slide下飞机的时候，怎么协助他们，这都是空服员的工作。工会强调，10月26日的马拉松活动，因袂去伤害任何人，也袂去影响本身的活动，只希望邀请民众穿白衫，打空服员请假无罪标语，用温柔的方式来表示哀悼，表达诉求，互请假无罪，唔那是口号尔尔。记者陈心彤、曾俊佑台北报道。今年的全国运动会即阵是当咧分龄比赛，其中高雄的代表队是已经摕到22块金牌啊。不过因的女子篮球队则是传出真反骨的代志。
本地19因是要甲台南队拍8强赛，说是因为规队的选手前拢早无到，去互判失格。高雄市副市表示讲，等比赛结束了后，会阁检讨。快速传球互相暗号，找找调分的机会。114年全国运动会女子拿球比赛，这几天当日进行8强的赛程。原底高雄队19要甲台南队比赛，不过大家拢想袂到，这场比赛选手连球都也被卡掉，就输去。而且输球的原因竟然是全队的选手证，和教练老交伫外馆区未付过长工比赛使用。他们没有坐那一部车回来，结果选手证呢就是放在车上，没有拿下来。他等到第二天。早上8点多要比赛的时候，就发现选手证没有带。那个人无责任，你唔知？无责任，个顶面袂严，下骹就散，顶面正，顶面在。下骹才会知。选手证一中保管，不过负责保管证件教练所甲物件漏交伫外馆区，和裁判直接判高雄市代表队失格。有议员碰这种代志，竟然会发生伫全国性的比赛。高雄市的管理改站到底是倒一粒螺丝锁无安？高雄市运发局不要只会当这些协会还有这些体育总会的财神爷，也更应该要去实际的督导，不要让这件事情成为高雄体坛的笑话，让螺丝掉满地。篮球委员会必须针对这一次的缺失来进行检讨。那不过现在还是在这个比赛的一个期间，相关的这个检讨，我们也等球队回来再来讨论。高雄队第一场输大包，第二场对台南因为无证件红判失格输去，第三场赢台中，一胜2败成绩，敢会当甲金门拍5-6名。因为无证件无法度争取更较好的成绩，对辛苦训练的选手来讲，真正损失上大。记者柯家祖、柯昭勇、高雄场报道。国际消息，罗西亚这站是一直去互欧洲国家指控讲派无人机入侵人的领空，所以讲欧洲国家就稍稍宣布要加强防卫无人机的能力。这阵英国国防部嘛授权因的军方，任何挖进军事基地不明无人机，拢会当个拍落来。无人机甲英军挑战者实主力战车的超音画面翕落来，但确实这架无人机是无经过授权的不明无人机，未来都唔那是防干扰信号落来，可能互敌面部队拍落来。We will always do what's needed to defend British people, and as we speak, we're developing new legal powers to bring down unidentified drones over UK military bases. 对我罗西亚和乌克兰的波兰，到进前举行北约峰会的单位，拢先后传出不明无人机入侵的事件。相关国家讲，这后壁的中间人一定是罗西亚。另外，因为俄乌战争3冬多以来，无人机已经变作战场的重要主角。北约组织的欧洲会员即马发现讲，必须要对无人机的研发、生产、加码来投资。Within months, we will establish the new UK Drone Centre, and within this Parliament, we will double investment into drones and other autonomous systems to more than £4 billion. 另外，欧盟进前嘛公布各方战备路线图，执委会讲是为了防范罗西亚破坏欧盟的卫星，所以来要建立整合欧洲各国的太空防卫。不过，即马敢若是初步想法，具体计划和预算拢还未出来。另外，就伫英国国防大臣施里公开发言进前无偌久，伫德国南部巴伐利亚邦的首府慕尼黑，当地机场伫即马拄过去的拜6礼拜，传出有无人机入侵，互因伫暗时10点和11点，这2摆拢暂时甲机场关起来半点钟，半暝了后就恢复正常。当地警方讲，并无发现任何可疑的飞行器也是人员。公司新闻4家人编译。稀土是高科技产业真关键的材料。最近掌控真侪稀土矿产的中国，说是宣布新的出口限制，造成全世界的市场真紧张。即阵美国就甲澳洲签一个协议，总额达到85亿的美金，目的就是要减少挖靠中国稀土。美国总统川普甲澳洲总理艾班尼斯伫北京见面，签署经过5个月谈判的稀土甲关键矿物合作协议。双方强调，这是2个国家长期盟友关系的新开始，也是供应链重整重要战略的一步。We work together very much on rare earths, critical minerals, and lots of other things. And we've had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e've been working on that for quite a while. In about a year from now, we'll have so much critical mineral and
rare earths that you won't know what to do with them. 川普强调，这份协议是美俄盟友长期合作的象征，两个国家将会在未来6个月内分别对采矿加加工项目投资10亿美金，并且把关键矿产设定上价的绩效。这正是西方的矿商期待正久的一步。双方将会在能源、科技加防卫产业加强合作，强化对关键矿产的掌控。美俄也公布检视俄克斯安全联盟的进展。美国正在替澳洲建造第一代核动力战舰，按算2030年进行到，代表军事加资源合作做伙进行。On defence, we've already had a discussion about taking it to the next level. Our defence and security partnership with AUKUS is so important for us, and I thank you for the support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are giving. 艾班尼斯也讲，祈祷合作加国防合作关系正大，将会确保澳洲在印太地区担任稳定中型加安全防线的关键角色。美俄祈祷协议，负责的认为是供应链脱中化的重要里程碑。分析讲，自祈祷资源到军事合作，两个国家正做伙一个建构科技加安全双轴联盟，为新的地缘竞争做准备。公司新闻张伟林编写。Amazon 的云端服务 AWS 暂时严重过样，因为这 AWS 是占全世界云端市场的1/3，所以讲就造成真侪出名的银行、企业的网站甲 App 拢无法度使用。抢修9条钟了后，这系统才恢复正常。位伫美国维吉尼亚州阿斯本，亚马逊云端运算服务 AWS 的资料中心发生故障了后，工程团队继续监控系统运作。根据追踪网站，当地提供统计，有数千家用户通报异常是去年 CrowdStrike 发生史上上大规模。IT 故障了后，规模上大的全球网络终端。And all of you using Amazon, businesses, individuals, organizations, you've got one or several buckets, and when connections to the buckets or keys that connect buckets together or any type of plumbing associated with this may go wrong. Sometimes it's a little problem, but other times it can cascade and create a very big outage. 即摆各种影响遍及各领域，为游戏平台到金融应用程式，甚至麦当劳外送系统，甲英国银行的 Apple 拢出现电锯困难。专家指出，这是 AWS 美东资料中心 USES1 路线出现异常。过去2020、2021、2023年，这个路线也捌发生类似故障。So the good news is that this kind of issue is usually relatively fast. It's not cyber related. I think that's important to note at this point. We see a lot of the word cyber or security going on in the media as well at the moment. There's no indication that this has anything to do with that. This looks like a good old-fashioned technology issue. 是 AWS 加软体 Azure、Google Cloud 高占全球云端市场。专家分析，一旦任何一个供应商出现技术异常，全球连锁会不停死。We are so reliant now on being online, and a lot of these companies are now forcing us to do a lot of our transactions online. So they're removing other options like going into the bank to make payments. Telephony banking is also quite difficult to do nowadays. So the more the companies push us towards using the banking apps and these sort of services online, the harder it gets for us then when these apps and these services don't work. 亚马逊回应，目前大部分系统已经恢复正常，工程团队也在监控状况。专家提醒，云端和生活更加方便，因为全球上侪服务，靠少数的几间大公司一旦出问题，影响范围可能比咱想的也较大。公司新闻台为您编译。诈骗案件千变万化抓不了，桃园市刑事警察局的 AI 顺风系统升级，分析地理位置甲时间等等，显示这车手上届接出现的所在，互警方抓诈骗较有效率。民众无正常领钱，柜台人员常常是阻止诈骗的第一线。敢若桃园邮局第3季阻止诈骗到726件，金额够4亿946万这么多。遇到投资养套杀的客户啊，他会跟我们拍桌子，会说我们挡他的财路。可是呢，每一次当警察来的时候，看到警察在身制服的时候，大家就会冷静下来。高局警政署105打查仪表办的统计，对1814年1月到9月，桃园市警察局拢总查到诈骗集团265件，嫌犯2135个人，查到诈欺车手1268件，嫌犯有1496个人。其中9月受理诈欺案件拢总有1644件，财损的金额有7亿6985万，和8月比是减1亿1274万外。面对诈骗案件一直
拢遮尔济。通知刑事警察大队是推出 AI 顺风系统佮升级，是全国第一个创车手提领热点示警功能，要用这新的功能，互诈骗走袂离。那这个事情结合我们的警车的系统，在一个车手最容易提领的地方里面，我们可以精准打击。那除了提醒同仁在执行的重点之外，这些资料我们也可以把它整理做分析。车手提领热点的警告，除了是针对管区内早期车手正接去领钱的热点，嘛会对地理位、交通的特性，下面确定去领钱的时段等面向做深度的分析。邢台表示讲，车手会下区来提领，透过分析嘛会当找到有可能提领的对象，引进 AI 顺风系统，办案效率提高百成，加速打击犯罪。记者综合报道。根据数位部统计，最近主要的治安威胁有超过3成是利用假电子批甲简讯这款社交活动来共管制关个人资料，甚至是暗中控制你的电脑。提醒大家，这来路不明的网址甲档案，千万唔通点。公布往来私人生活电子邮件拢用会着，毋过丢弃邮件假冒网站，也是假档案甲连假互人无法度防止。7月是中国信托银行和不少人士假冒丢弃批，最近也有假冒公路总局邮件机构罚款无缴，爱照指示纳钱。赶快呢，依他提供的这一个官网的连接就连进去了。好，那事实上小明呢是被带到一个恶意的网站，这个时候他的信用卡资料也被这个坏人给这个截取了。数位部治安署统计，社交工程的资讯收集危害最近已经超过30%，加做主要治安威胁来源之一。为此提供听看听3步，像公布信息唔通用伫私人用途，关闭邮件有滥甲自动下载，佮以纯文字模式来开批。确认对象的是政府机关的网址，头一段一定是 gov.tv 假卖，exe、VBS、PIF 等执行档绝对唔通拍开，必要时爱查证科技邮件一律删除，因为专门破发现金都要发放。数位部强调，官网就一个。此这一家没有其他分号，特别提醒一下，我们不会主动去通知发简讯，而且相关的网址。另外，因为教育部10月7日发函提醒各校，根据打诈机标榜数字，请学校特别小红册诈骗为重点宣导的代志。数位部表示爱过了解，也毋过说明小红册属于中国产制的 App， 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产品，爱采取必要的措施。为此，政府机关也有公立学校目前拢禁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为着要保障外省员的权益，立委是呼吁爱设专法。国民党团是推动这薪水的保障，也那是民进党团是强调讲爱定运费，也有上加薪水的标准。全国外省产业工会嘛赞成，希望会当赶紧通过专法。外省员不管是好天歹天，拢骑车伫大街小巷在送，满足真侪人的生活需求。但因算嘛是上无劳动保障的族群之一。外送产业登陆台湾是从2012年开始到现在为止，外送员都处于一个非常不公平的劳动状态，没有任何薪资保障。今天可能跟你说啊，我一单给你60块，明天就降到40块。国民党立委廖伟雄是做这会期汇款委员会调委，伊表示讲。已经甲外送平台管理和作业人员权益保障法的草案列作优先法案，会伫拜3第一摆来排审，希望透过明确的立法保障外送员的权益。可以来推动所谓提出薪资的最低的保障哦，它的这个底线的保障，还有职业保险的分摊费用，以及平台演算法的透明度跟申诉程序的制度化。国民党团的版本是希望订定合理的外送费的标准，要求演算法爱透明，设立申诉机制，而且把商家、消费者和平台之间的权力分配合理化。民进党团的版本是有10个项目，包括平台袂当凊彩终止契约，一再保费是平台负担，甲保外送员的离线权，平台袂当不利对台等等。订定运费跟最低工资的标准，来双重保障外送员的基本报酬。不会让外送员每次拿到报酬的时候，就像要开惊喜包一样。虽然目前伫6都有相关驻地条例，但是全国外送产业工会认为讲，现有的状况是中央地方无共调，造成地方有可能真歹做。希望各界会当正式讨论真侪档的专法和外送员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中华邮政即阵全台湾是有7700外只奥多麦咧斗送批。
为着环保，邮局今仔日是宣布讲成立电动三轮车的车队，因为即阵批较少，货较济，电动三轮车除了减少碳排放，嘛会当载搁较济货。中华邮政推出新型的电动三轮机车，运量有加较大。之前2轮的敢会当放批，甲6个至8个包裹，即马改做3轮的，运量增加超过10倍。后箱里面呢的承载力呢，可以达到呢80颗以上。我们便利箱1号包哦。3轮的电动机车比2轮的较稳定、较安全。前后轮有增加档案系统、甲北区的辅助。中华邮政解说，主要是因为即马批的量减少，电箱包裹增加，所以就要转型。不过电动车充一解电会当走的距离，敢有够用？董事长王国才讲，目前先推出44台，伫邦桥、沙田堡等等的都会区试办，即个找2间业者合作。现在都是在测试的一个阶段哈，所以我们就跟提供的2家厂商哈也谈好，如果未来真的全面使用的时候，包括换电池的地方。充电桩哈，这个都是要妥善准备好这样。中华邮政讲，根据目前的测试，3轮的电动机车若是空车，充一解电会当走75公里，不过若载60个包裹，会缩短做65公里。所以这个试办希望掌握实际的情形，再看敢要扩大推动。也让交通部认为这有带头的作用。抛砖引玉，来提升国内企业还有民众来使用电动机车的一个这个意愿。目前中华邮政拢总有7780台奥多麦，电动机车的比例是46.1%，所以会继续采购，按算到年底会当达到50%。中华邮政讲，甲传统柴油的奥多麦来比，一台电动机车一年会当减少碳的排放量有471公斤。记者综合报道。台中代理处理医疗废弃物的汉记工程公司，受真侪届违规的记录。不过，即阵汉记是按算要申请延长处理废弃物的许可。当地民众今仔日就去环保局抗议，要求环保局要严格审查。反对产权许可证，汉记滚出大理区！汉记滚出大理区！民众按环保团体提票语，伫环保局头前大声抗议。伫台中市大理区经营20多年，专门处理医疗废弃物的汉记工程公司的废弃物清除处理许可，将近伫2005年底到期。民众指控业者连续3年超销废弃物，环保局敢若罚16万，要求袂当搁放目。爱来地方开说明会，已经有答应说要迁厂，但是他一直都没有迁走的这一个，然后跟他之前已经有被裁罚过36次，但是一直都没有更积极的行为。他这个不当立德，环保局居然没有依照空污法第86条去加重他的罚锾，就说我们就是依照这个裁罚基准，所以我罚16万。这我们觉得非常的夸张。民众拢真愤慨，环保局出面回应讲，一般废弃物清除处理许可点延是5年，不过2023年的时候有甲标准加严，搁予伊点延1年半尔，过去3年彻查87届，发现业者违反空污及废清法10届，裁罚320多万，绝对无甲放目。我们是严格管理，所以我们大概创下国内首例哈。我们核准期展延期只有1.5年，那这一次再审。可能会再更短，会再更短。那第二个加的条件也会更多，就依法办理啊。那这个我还款的那个我们不做回应啊。环保局讲，目前业者申请点延已经通过初审，要召开说明会无法律的依据，后续会请5位专家学者严格审查，积极和民众沟通说明。业者强调讲，尊重地方的意见。目前已经有咧另外找新厂区，有计2-3年来迁徙的计划无改变。记者综合报道。因为高雄美浓头乌沙酒的案件，即阵有真侪土方的回收厂拢暂时无愿意收。为着解决这个问题，高雄市府是按算要设公办的占地场，其中一笪伫咧公山的圣心路，不过说是引起当地民众反对。树丛顶绑几啊条抗议的布条，为了解决用建要废土无地墾的问题，高雄市长按算伫北高雄的公山桥头甲燕巢等地设置的公办废土场。公山圣心路这块大塘的空地就是预定地之一，当地真不满。那块地在我们居家才200公尺，就在这块地的300公尺，很多间的幼稚园。请问一下，我们下一代的小朋友都要
是沙子嘛。堆了那个东西在那边的话，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在这边居住的长久以来，我觉得这造成那个身体的状况不太好。民众忧心设废土场，社区唔若是土粉洋洋飞，大量的沙石啊车出入，佫可能影响当地交通。有民意代表认为，废土场资讯无透明，规划无明确，设站机场是要等南青计划区动工，变数伤多，爱佫检讨。他想说，南新计划在117年有可能会动工。那如果南新计划在117年没有动工的话，那我想请问高雄市工务局，这些土方要去哪里？小港洲际2期的永久堆置点，市府已经积极与中央协调推动相关计划。冈山竹围地区目前仅为暂时性评估地点。高雄市政府表示讲，废土场也未定案，会谨慎来评估。高雄自发生米拢沙石案了后，因为真侪废土场暂时无收，地属工程营建业的废土无地放。高雄市政府伫废土甲设废土场的困境内底，恐惊敢会当持续和地方沟通，找找解决的办法。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县未少住较偏乡的民众，看医生会先去卫生所，不过这卫生所设备普遍有较旧啊，有的所在甚至也无法度插健保卡挂号，要搁人工登记。另外，这公卖乌托邦是有100多台，已经超过10年，烦恼这医护人员骑到的危险，议员是要求县府要赶紧换新。我要看诊啊，我那个看医生。民众到卫生所互医生看，无法度直接插健保卡，也需要人工一个一个处理。另外，全县的卫生所有130台公务乌托邦，有101台骑超过10年。南投县有议员也批评卫生所一寡基础设备煞真老旧，为卫生所甚至冰箱废弃，无法度保存费就才会检体。去病院就那种插卡，遐都要人工报道嘛，浪费这个人力在那边，可能需要改善。卫生所的这个摩托车方面，我觉得如果没有办法及时的来改善，是不是用这个差旅费的补贴啦，或是油资的补贴？被结合个案啦、疫苗的施打啦、幼儿园的管理啦、学校管理啦，这个都需要我们公卫机车的一个协助出门，真的是比较老旧的。像我们南投市卫生所因有的机车。机车拢20几年好几台甚至27年哦。我们希望是说逐年的我们来编列相关的预算，要逐年的一步一步的来做汰换。议员也讲，全县13乡镇市卫生所，拢总有130台公务乌托邦，其中101台使用超过10年，甚至有20多台骑超过20年。卫生所医护人员若要去访视个案，到社区也是学校宣导才会工课，出勤的安全拢互人烦恼，要求县府要重视，赶紧换新。未来我们也会逐年来盘点这个机车的这个耗损率，好，来逐年逐步汰换。针对疫苗在使用或检体在使用的这个冰箱，不管是县的预算或中央的预算，我们都有逐步在做一个争取。南投县政府回应，即马当人若骑家己的车出差超过5公里，拢会有补贴。也若卫生所的健保卡电子报道系统，伫11月底会完成建设，后续也会清点设备，并预算伫5年来完成。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市镇一股厝旧年风台地动造成楼井崩起，这股厝自2009年订立做彰化县的历史建筑高达已经16年的时间啊。即阵文资局是总算核定经费要修复，工程是按算明年底会完工。鹿港大有街的市镇一股厝是过去的巡校行，大约有200年的历史。伫2009年订立做彰化县历史建筑，但是年久月深，去年因为风台地动，楼井崩起，等16年的时间，即阵文资局核定经费，确定要来修复。较早咱鹿港有芭蕉嘛，咱属于全蕉，咱是做贸易的。祖先伫遮所创立的有思进1号甲思进宝号。2个上号，伫个咱鹿港上繁华的时阵吼，伊会见证这个咱鹿港一府二路3万家最繁荣的时代。这个市政府所是代表古早的这个商行，即马有法度来做这个市政府所的整修。
对地方的这文化保存非常的这个有需要。市政亦鼓励是鹿港八交的全高商行，保存历前的建筑经过。门厅内有老井甲老尾厝仓库的设计，后院的古井嘛也搁伫咧，是保存正完整的旧厝。官府表示，这边修复工程总经费爱2800万，预定会伫明年底完工。那这个工程当中核准有2800万元，那其中2240万元有这80%的部分。是由我们资局它来补助，那县府呢在议员的支持之下，我们呢出了420万，那应该给产权所有人，他要出5%是140万。官府表示，市政的鼓励见证过去港口买卖家也欢迎加商业文化演变，期待未来整修好势会当成做文化资产传承的据点，让大家认捌地方的发展历史。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来看屏东九如是有农民培育出一款互人合作西瓜界 LV 的马卡龙西瓜，这外表是世界粒仔真古水，而且皮是薄甲会当挂皮食。种出这款新品种的农民本地是一位工程师，因为要照顾丈人才会换头路，结果互伊找出新出路。皮看起来深色，佮小可反光，比一般的小球仔较细粒，切开是红肉。这是九如农民培育成功的马卡龙西瓜。果子肉看起来和大西瓜要同，不过皮薄较无籽，因为大细粒拄啊好。有民众看到就摸一粒食看卖。也有好奇，但是也觉得这个拜刚好，一个小家庭刚好啊。所以看着它这种小颗虽小，但是它的果呢还是有那种沙子口感。还算不错，而且甜度还够。发马卡龙西瓜的农民陈文全，原本是电脑工程师，因为想要陪太太做伙照顾丈人，决定转来做事。因过拢种枣仔和青苦瓜，今年头摆挑战种马卡龙西瓜，7、8月时拄到天气歹，雨水济，种袂顺利。不过翁仔某细致照顾，逐粒西瓜用网地吊起来，落尾总算收成。因为我们第一批收果完之后，后面这边刚好遇到台风下雨，所以这边的果味就会参差不齐。然后就持续上去了。那我们的网室是因为我们有二层架，所以我这边还可以挂果。如果是一般的温室的话，它没有这一层，所以它如果到这边没有，就是下课了。太太的娘家在这边，然后因为我岳父前几年身体不好，所以想说不然就回来这边试看看。陈文全表示，因为西瓜种植时间较短，若销路袂歹，因会考虑搁加种。九如乡农会总干事姜泰文表示，这款马卡龙小西瓜是新发的品种，特色是用网式无毒栽培，连西瓜皮拢会使安心食落。25农会准备500斤，邀请民众来试食。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英国伦敦的皇家食物园最近是推出世界原料节展览，是用这食物原料甲会当分解材质，互大众了解讲衫裤是一直穿一直淡正拍算，应该爱顾环保。在区园的温室内底，灰尘边啊铺真侪废弃的纱布，这款布大部分拢是来自自建商店，表示即马款式上真浪费。另外，这边展示的是花草拟彩布料，传达自然甲衫裤的连结。这项全球威胁装置艺术，甲伦敦时尚周同时间进行。I chose to use textiles and fabrics and fiber like jute material and cheesecloth and cotton. These are naturally sourced fibers that I had sourced ethically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I also used natural dyes. 设计师把衫裤回归自然，免变做粪扫。Fashion industry, unfortunately, is not the most sustainable and is a fairly large contributor to global warming. But what we don't want is people feeling doom and gloom. You know, this festival is about actually a message of hope. It's about getting people to think a little bit about what they're wearing. 环境艺术家伫咧玻璃橱内面挂大型的装置，用麻、棉、丝这款天然纤维，佮搭配食物染料，也强调艺术唔那是美感，也爱回应气候危机。I know that many artists may not have this as an underpinning issue in their work, but for me it's really important because I want my work to have
to be responsible toward the environment. I want to think about its carbon footprint as I kind of work through things, and I don't want my work to be creating more toxicity or harm. 对食物的燃料会当分解材质，到延长三块寿命，这场展览传达一个信息，就是时尚会当唔免牺牲环境。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下半部的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县市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2度到25度，中部地区23度到28度，南部地区26度到32度。 东部地区23度到30度，外岛地区20度到27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下晡3点再相会。